2025年4月20日救主復活日，天主，你的唯一聖子，今日戰勝了死亡，為我們開啟了永生的大門。你既讓我們隆重慶祝主的復活，求你派遣聖神，更新我們，復活我們，使我們的生命充滿光明。因你的聖子，我們的主耶穌基督，他和你及聖神，是唯一天主，永生永王。亞孟。使徒行傳10章34至43節，在哥尼流家中講道，彼得開口說：我真的看出上帝是不偏待人的。不但如此，在各國中那敬畏他而行義的人，都為他所悅納。上帝藉着耶穌基督，他是萬有的主，傳和平的福音，把這道傳給以色列人。這話在約翰傳揚洗禮以後，從加利利起，傳遍了猶太。上帝怎樣以聖靈和能力膏了拿撒勒人耶穌，這都是你們知道的。他到處奔波，行善事，醫好凡被魔鬼壓制的人，因為上帝與他同在。他在猶太人之地和耶路撒冷所行的一切事，有我們作見證人。他們竟把他掛在木頭上殺了。第三天，上帝使他復活，使他顯現出來，不是顯現給所有的人看，而是顯現給上帝預先所揀選為他作見證的人看，就是我們這些在他從死人中復活以後，和他同吃同喝的人。他吩咐我們傳道給眾人，證明他是上帝所立定，要作審判活人、死人的審判者。眾先知也為這人作見證，凡信他的人，必藉着他的名得蒙赦罪。上帝不偏待人，我真的看出上帝是不偏待人的。彼得這句話標誌着他認識到福音不是猶太人專屬的，而是向全人類開放的救恩。神看重的不是人的族群、背景，而是敬畏他、行義的心。這是一個天國觀的擴展與突破。耶穌是和平與醫治的主。彼得強調耶穌是萬有的主，並且他所帶來的是和平的福音。他不只拯救靈魂，也醫治身體，釋放人心，因為他行善、醫病、趕鬼。這是我們今天可以依靠的真理。耶穌的福音是全人的福音。十架與復活是核心。耶穌被釘十字架，但第三天神叫他復活。復活不只是神蹟，更是神對耶穌身份與救贖工作的確認與印證。而耶穌並不是隱藏的主，是顯現給見證人、歷史性、可驗證的福音。審判者與救主的雙重角色。耶穌是神所立的審判者，這提醒我們，信耶穌不只是得祝福，更是一個責任與回應的邀請。但他同時也是救主，凡信他的人，必藉着他的名得蒙赦罪。神學與應用，拆除偏見與隔閡。彼得原本以為福音是為猶太人準備的，直到這次他才真切領悟神的心意。凡敬畏他的人都被悅納。主的愛沒有界線，我們的愛也不該有界線。活出和平與醫治的生活方式。你是否能在你的環境中也成為一個和平的使者？用善行、憐憫、傾聽與代禱，
將福音活出來，成為復活見證人。彼得說他們是與耶穌復活後同吃同喝的人。今天我們雖未親眼見復活的耶穌，但我們的生命可以見證他的真實與改變。別讓福音停在你身上，勇敢成為他的代言人，活在敬畏與盼望中。基督是我們的救主，也是審判主。這提醒我們要過聖潔與敬虔的生活，並懷着盼望與信心等候他的再來。詩篇118篇1至2 14至24節。因勝利而稱謝耶和華，你們要稱謝耶和華，因他本為善，他的慈愛永遠長存。願以色列說，他的慈愛永遠長存。耶和華是我的力量，是我的詩歌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。在義人的帳棚裏，有歡呼拯救的聲音。耶和華的右手施展大能，耶和華的右手高舉，耶和華的右手施展大能。我不至於死，仍要存活，並要傳揚耶和華的作為。耶和華雖嚴嚴地懲治我，卻未曾將我交於死亡，給我敞開義門。我要進去稱謝耶和華，這是耶和華的門，義人要進去。我要稱謝你，因為你已經應允我，又成了我的拯救。像人所丟棄的石頭，已成了房角的頭塊石頭。這是耶和華所造的，在我們眼中看為奇妙。這是耶和華所定的日子，我們在其中要高興歡喜。哥林多前書15章19至26節。死人的復活。我們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，就比所有的人更可憐了。其實基督已經從死人中復活，成為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。既然死是因一人而來，死人復活也因一人而來。在亞當裏眾人都死了，同樣在基督裏眾人也都要復活。但各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復活。初熟的果子是基督，然後在他來的時候，是那些屬於基督的。再後終結到了，那時基督既將一切執政的、掌權的、有權能的都毀滅了，就把國交給父上帝。因為基督必須掌權，等上帝把一切仇敵都放在他的腳下。他要毀滅的最後仇敵就是死亡。復活信仰是基督信仰的核心。我們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，就比所有的人更可憐了。保羅清楚指出，若基督沒有復活，信仰就毫無意義。信徒的盼望不是僅限於地上的祝福，而是有永恆的基礎。基督的復活保證了我們信仰的真實與將來的榮耀。基督是復活的起點與保證。基督已經從死人中復活，成為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。初熟的果子在猶太節期中代表首先被獻上的成果，預示後面還有豐收。基督的復活是所有信他之人復活的預兆與保證。亞當與基督的對比，一人帶來死亡，一人帶來生命。在亞當裏眾人都死了，在基督裏眾人也都要復活。這是保羅經常使用的神學架構。兩位代表人物，亞當與基督，影響全人類的命運。
亞當的背逆帶來死亡，基督的信服帶來生命。這表明救恩不是靠個人行為，而是靠你屬於誰。你是在亞當裏，還是在基督裏？神學與應用，將盼望放在永恆。你是否只在今生尋求神的幫助，如健康、財富、成功？保羅提醒我們，若我們的盼望僅此而已，我們就比所有人更可憐。信仰的焦點是永恆的生命與神的國度，活出初熟果子的生命。既然我們是將來復活的一部分，今天就該活出得贖的生命樣式，脫離罪的轄制，帶出聖潔，充滿盼望，成為這世界的見證人，勝過對死亡的恐懼。死亡在基督裏不是結束，而是門檻，通往復活與榮耀。面對病痛、老去、喪親，基督徒不需逃避，而是以復活的信心面對，忠心等候基督再來。在他來的時候，這一節提醒我們，基督會再來，而且我們每一個屬他的，都在他手中有份。日常生活中要警醒、預備、忍耐，因結局必是榮耀與得勝。約翰福音20章1至18節，耶穌復活7日的第一日清早，天還黑的時候，抹大拉的瑪利亞來到墳墓，看見石頭已從墳墓挪開了，就跑來見西門彼得和耶穌所愛的那個門徒，對他們說：有人從墳墓裏把主移走了，我們不知道他們把他放在哪裏。彼得和那門徒就出來，往墳墓去，兩個人同跑，那門徒比彼得跑得快，先到了墳墓，低頭往裏看，看見細麻布還放在那裏，只是沒有進去。西門彼得隨後也到了，進了墳墓，看見細麻布放在那裏，又看見耶穌的裹頭巾沒有和細麻布放在一起，是另在一處捲着。然後先到墳墓的那門徒也進去，他看見就信了。他們還不明白聖經所說耶穌必須從死人中復活的意思，於是兩個門徒回自己的住處去了。向抹大拉的瑪利亞顯現，瑪利亞卻站在墳墓外面哭。她哭的時候，低頭往墳墓裏看，看見兩個天使穿着白衣，在安放耶穌身體的地方坐着，一個在頭，一個在腳。天使對他說：婦人，你為什麼哭？他對他們說：因為有人把我主移走了，我不知道他們把他放在哪裏。說了這些話，他轉過身來，看見耶穌站在那裏，卻不知道他是耶穌。耶穌問他：婦人，你為什麼哭？你找誰？瑪利亞以為他是看園子的，就對他說：先生，若是你把他移了去，請告訴我，你把他放在哪裏，我去把他移回來。耶穌對他說：瑪利亞。瑪利亞轉過身來，用希伯來話對他說：拉波尼。拉波尼就是老師的意思。耶穌對他說：不要拉住我，因為我還沒有升上去見我的父。你到我弟兄那裏去告訴他們，我要升上去見我的父，也是你們的父；見我的上帝，也是你們的上帝。抹大拉的瑪利亞就向門徒報信：我已經看見了主，
他又把主對他說的話告訴他們。耶穌真實地從死裏復活，這不是象徵、比喻，而是身體上的復活。抹大拉的瑪利亞、彼得與那耶穌所愛的門徒，傳統認為是約翰，都親身參與見證了空墳墓。耶穌的復活證明他是彌賽亞，上帝的兒子，勝過死亡與罪惡。正如他自己所預言，復活是對死亡與絕望的終極勝利。瑪利亞的淚水、困惑與尋找代表人類面對死亡的武力。耶穌呼喚他的名字瑪利亞時，一切改變了。這是一個個人性的拯救與相遇。復活不只是歷史事件，而是主親自尋找我們的靈魂。耶穌的復活揭示一個新的關係。耶穌說：我要升上去見我的父，也是你們的父。藉着耶穌，我們不再是遠離上帝的罪人，而是成為上帝的兒女。這是一個身份的更新。復活後的第一位見證人是婦女。在當時的文化中，女性的見證沒有法律效力，但耶穌選擇讓抹大拉的瑪利亞成為第一位目擊者。這打破文化偏見，彰顯上帝國度中每個人，不論性別、背景，都可被大大使用。神學與應用。在困惑與悲傷中尋找主。瑪利亞站在墳墓外哭泣，卻沒有發現耶穌就在她身後。很多時候，我們在痛苦中看不到希望，但主已經復活，也就在我們旁邊。認出主需要信心與親密的關係。瑪利亞以為耶穌是園丁，直到耶穌呼喚他名字，他才認出他。主不是用雷光閃電向他顯現，而是用熟悉的聲音。復活帶來使命感。耶穌差派瑪利亞去告訴門徒這好消息：我已經看見了主。經歷復活的主後，我們不能靜默不語，而是成為見證人，報好消息的人，活出復活的身份與盼望。耶穌升天前說，他的父也是我們的父，這是身份的轉變。我們是天父的兒女，有屬天的生命與未來。不論我們今天經歷什麼痛苦或迷茫，耶穌的復活保證，這一切不是終點，盼望已經到來。讓我們同心禱告。親愛的主耶穌，在清晨的墳墓旁，你向哭泣的瑪利亞顯現，呼喚她的名字，讓她認出你是生命的主。今天，我們也在生活的困惑與黑暗中尋找你，求你像當日那樣，輕聲呼喚我們的名字，讓我們在眼淚中看見盼望，在空墳墓中發現生命的榮光。主啊，你已戰勝死亡，復活的權能今日仍然活着。我們讚美你，因你不是遠離的神，你與我們同在，並稱我們為弟兄姊妹。願我們不再緊找過去的傷痛與失落，像瑪利亞一樣被你差派，成為福音的見證人。讓我們的口傳揚你復活的榮耀，讓我們的腳奔走在你差我去的道路上。主啊，願我們每天活在復活的盼望中，不因困難而退後，不因黑暗而恐懼，因你是我們生命的主，是我心中的光，直到見你榮面，永遠與你同在。
奉主耶穌基督的名禱告，阿門。